大王，张子来了。大王，张子坐。张子是咸阳城里耳目最灵的人，这2日可听到咸阳城里一首歌谣？大王说的可是蛰伏成城，蛰伏倾城啊？聪慧的男人闯天下，聪慧的女人乱天下。说的是周幽王宠信褒姒、废嫡立庶之事。大王对这首歌谣怎么看？似乎有所指。既然传得满城到处都是，只能有一个目的，是想把它传到某一个不容易传到的地方去。比方说，寡人的成名殿。大王的后宫不缺聪明的女人，但这蛰伏倾城的歌谣后面还有另外2句，不知道大王听到过没有？哪2句？腹有长舌，为利之阶。女人舌头长，灾祸从天降。哎，女人少了无趣，多了让人避之不及。难怪孔子说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”大王这话里有话，弦外有音啊。有什么音？有。好了，还是说回正事。近几年大秦连打了几次大战，威慑住诸侯以后，接下来就要稳定疆域，休生养息。张子对此有何看法？微臣以为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放在3个新收服的地方，一为巴蜀，二为义渠，三为河西之地。寡人总是分封，难也难在这3个地方。大王已成年的公子当中人才济济，该不会周旋不开吧？你可能不知道，芈月提出想让公子季分封去巴蜀。也是啊。这义渠河西之地，确实没有巴蜀更合适公子季。公子季尚未成年，那巴蜀山高路远，对他就合适。芈八子寻不到比巴蜀更好的去处了。芈月不想留在咸阳宫，不想留在寡人身边，如此举动，实在出乎寡人意料。那是芈八子对功名利禄从无所求，这也是我看中他的地方。这也正是他惹怒大王的地方。其实大王无需烦恼，后宫的女人说的再多，也都只是一厢情愿，最后定夺还是要凭大王的一句话。大王到！臣拜见大王。免。元日大吉，寡人要与众臣宣布诸公子分封之事。寡人的公子们逐渐成年，到了该为大秦镇守疆土、随从作战、缴纳贡赋而尽职守的时候了。元日大吉，今日辞旧迎新，这茭白酒远胜往年。百叶和花椒选的都是宫中极品，我祝各位姐妹吉祥如意，富贵平安。祝王后富贵平安。
魏姐姐，童儿还小，你说会不会这次也把她分封出去啊？妹妹放心，有人比你更不想让儿子分封出去。姐姐说的可是魏夫人，可我看魏夫人是胸有成竹，好像稳操胜券的样子。有些人就是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。哎，要真能像她那样，图个自己安心，那也就好了。今日大王在宣誓殿向众臣公布分封大事，芈月妹妹仿佛事不关己呀。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何况诸公子都是大王的亲生儿子，难道大王还会亏待了他们不成？手心手背还两般待遇呢，我就不信你心里没有一点打算。不过这一阵子妹妹往大王处走动的少了，不见君面，君自然寡淡，想向大王求情，估计也逮不着机会吧。妹妹还真不知，原来姐姐的恩宠都是求来的。在大王面前自作聪明，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大王一向恤老怜幼，公子既这么小，这次分封只怕是轮不到你了。王后的奏折求的是为诸公子分封藩地，该是人人有份的，为何公子既无份呢？继儿若是能与其他公子一同分封，那是继儿的福气。大王子嗣繁盛，我请求大王分封，就是为给众姐妹们求个天公地道，不偏不倚，人人有份。说得好听，那是人人有份；说得不好听，那可是把人人都算计进去了。魏夫人，你错了，大王岂是任人算计的？在这后宫，你我谁都做不了大王的主。今日大朝会，大王会在殿上颁诏，也应该有消息了吧？是啊，就是啊。妹妹放心，王后早早就将珊瑚派到前面去了。啊，姐姐急也没用，该来的跑不掉。我总觉得心惊肉跳，觉得不祥，仿佛生死攸关。已经这样了，倒不如学学八字，看他样子，仿佛将生死置之度外。颁诏了，颁诏了！王后，颁诏了！大王是如何分封的？回王后，大王今日分封了立有军功和已经成年的公子。公子华封衡门君，唐夫人的儿子公子焕封蜀侯，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封岳阳君，公子运封蓝田君，公子壮封蓟君。就这些公子，没有其他人了吗？你听到没有？没有通儿，没有通儿，我就安心了。魏夫人、唐夫人、魏良人，恭喜你们了。为何把我花儿分封到千里之外的巴蜀？恭喜姐姐，巴蜀可是个好地方。这几位公子中，属你们公子焕的封地最大，这可是好事一桩啊！多谢妹妹。恭喜王后，公子壮也得到封君，不枉王后多年苦心养育。公子季留在宫中也是喜事，还望妹妹对姐姐以后多多照应。夫人，夫人息怒！大王不公，要么都分封，要么都不分封，为什么偏把我花儿分封出去？夫人息怒！姑母不要过分伤心，华哥哥走了，怡儿会一直陪在姑母身边的。华儿是我的命啊，她被分封出去，再相见一面，
八子，恭喜公子分封为衡门君。公子的封地富庶，离咸阳又近，只怕诸公子人人都要羡慕你了。所以莹华要去向父王谢恩。此外，莹华还要特别恭喜八子。我有何事可恭喜的？恭喜公子季没有被分封出宫。公子这是何意？八子知道我的意思。这公子华是什么意思？这也怪不得他，只怕别人都会这样想的。楚离子，甘大夫。楚离子，你可听说昨日大王召太医进殿了？往年春秋换季，大王都犯咳疾，但吃几副药就好，不必过于担心。大王春秋虽盛，但国本不利，终究让朝臣们无法安心。数日前，甘大夫命人把那首《大雅瞻昂》在宫内外传唱，恐怕朝臣们更无法安心了。楚离子为何以为是我做的？甘大夫不要忘了，神仙做事也是有迹可循的。幸好大王没有太在意，不然当心作茧自缚。甘茂凭良心说话，那褒姒只不过是个包国献来的普通女子，就能杀死身后夺嫡。这宫里头有些人的心性比褒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是指芈月还是魏夫人？魏夫人早已不在大王心里，不足为患。芈月出身低微，不可母仪天下。但是大王溺爱公子季，疏远公子当，这次分封为了掩人耳目，留下公子季，大王竟然把未成年的公子们通通留在宫里。这一旦公子季得势，这芈月必定趁势祸乱纲常。甘大夫不是不知，芈月曾请求大王把公子季分封出去，但被大王一口回绝了。那是欲擒故纵，真是令人担忧。芈月本无夺位之心，但大王似乎真的对公子季动了心思。看来真要另寻办法了。